星期六香港兩隊亞冠二嘅代表東方、大埔都出戰完本地杯賽高級組銀牌嘅8強賽事。兩隊雖然贏波啦，但係贏得驚險啊！從好嘅方面去諗啦，冇嘢係冇可能嘅。希望提升到兩隊嘅士氣啦，贏波始終都係最好嘅打氣嘅方式。希望佢哋就係拎住依股嘅士氣就去挑戰嚟緊嘅亞冠二賽事。先講翻銀牌嘅賽果啊，東方喺大埔運動場3-0贏咗港會，尾段由大久保休啦，個人戴帽入3球。大埔同理文就喺旺角場去踢，打成2-2和波，去到射12碼嘅時候3-1贏波啊！但係比賽嘅裡面啊，大埔係拎咗2張嘅紅牌。星期日就有流浪喺北區運動場4-0大勝九龍城，同埋北區傑志輪流喺青衣運動場領先啦。最終北區係以3-2反勝傑志。4強嘅賽事要去到下年嘅2月先踢㗎啦。咁就會由東方對流浪啦，呢隊上屆足總杯決賽戲碼啦，同埋大埔北區嘅地區打比啊。咁唔知道賀歲嘅決賽啊，到時會唔會有可能有新嘅球隊去演出呢？點解開頭我會話東方、大埔都係贏得驚險呢？咁大埔嗰場我相信好大部分人都會有睇到㗎啦。咁上半場大埔係贏住2球，都以為係坐定粒六㗎。咁點知就俾理文係追翻2-2，之後大埔仲要打少個添，打起喺禁區前攔截單刀嘅巴科爾。咁進入加時都不分高下。呢隊上季港超冠亞軍喺今季對賽2次都係90分鐘係分唔出勝負㗎。咁不過今場去到射12碼嘅階段謝家榮就捉到路啦，大埔成功係3-1贏咗啊！咁講真，兩隊嘅12碼都唔係射得好好嘅，都麻麻地嘅。雙方都有好多嘅射失，咁希望只係季初嘅狀態啦。不過正常都要開始進入翻個狀態㗎啦。始終一隊就要踢亞冠啦，咁另一隊都有幾名嘅港腳要準備嚟緊作客同主場對住孟加拉嘅亞洲杯外圍賽啊。咁理文似乎仲未係好識用到巴科爾甲艾華頓啦，仲係一個試用嘅階段啊。咁上半場大埔嘅韋法頓防守艾華頓好好啦，令到下半場艾華頓都要轉另一邊去踢啊。不過理文嘅2個入波最終都要靠佢哋2個巴科爾同艾華頓呢個連線先可以做到出嚟啊。大埔就有大喜同鍾偉強嘅紅牌啦，咁冇咗大喜影響係好大噶。咁睇翻賽程，大埔下場就要到10月中啦，喺聯賽上邊對住傑志啊。咁睇落真係有啲輸蝕啦，始終大喜都係一個正選嘅後防球員。咁近啲睇啦，希望大埔就用咗呢一場嘅贏波士氣蓋過佢哋嘅力氣啦。喺嚟緊星期4嘅需要作客去到越南嘅賽事打得好啲啦。咁東方睇比數雖然大勝，但係其實都要去到80分鐘後先入到波。前面大半場東方雖然有幾下嘅黃金機會啦，不過都係把握唔到啦。咁你都要諗下啦，對手只係預期降班膽嘅港會咋，點出去同人掟呢？咁港會嘅實力係得咁多噶啦，但係要讚佢哋今場係好落力噶。今場可能喺走動方面係唔輸蝕過俾東方噶。咁東方80分鐘先開紀錄啦，係球12碼嚟嘅。咁之後港會好似就企唔穩咁樣啦，就俾東方把握到呢個嘅時機，短短8分鐘就俾大埔保休啦，就戴帽個人入3球啊。港會臨尾就有啲谷前上去搏一搏啦，後防頂唔住高波大久保休一拎到波就好似賽跑咁樣跑去龍門位度射波啦。另外2場九龍城似乎隊內都仲有啲問題係浮現咗嘅，踢得係比較沉啦，冇晒上季嗰種嘅侵略性踢法啦。陳永光教練呢2場可以坐翻落去後備席去督碎啦，不過未睇到係有改善嘅。而流浪揾到佢哋嘅入波方程式啦，就係彭尼加斯啦、伊巴謙再加劉志樂。
有速度有突破。如果對手嘅後防咧唔係快嘅球員啦，又好似今場咁樣，九龍城係不斷咧有啲前場嘅罰球啊、角球啊，正正咧就係中咗流浪嘅利啦，打反擊嘅時間嚟啦，簡單快捷嘅入波方式就可以俾到流浪咧去射門得手啦。而傑志嗰場波啦，先睇翻佢哋嘅陣容咧，真係唔知道佢想搏定唔搏。不過佢哋咧應該咧都想盡快係拎翻個冠軍先，唔係咧就會好似上季咁咧就大鑊啦，一陣咧又再皆空啊！咁好多人關注嘅伊亞拉文迪咧仍然未喺名單，今場咧先入波嘅竟然係北區喎。咁卡迪嘅遠射啦，黃振鵬撲出啦，但係俾雲利素斯咧係保中。但係去到半場前啊，傑志再靠咧就係阿祖安啦接應傳中頂入啦，同埋另外一球嘅12碼反超2-1。下半場傑志以為北區係冇後着啦，都開始係收起啲外援啦。咁北區咧呢個時候咧先嚟了喎，又係一個嘅12碼先追和啦。只係短短嘅2分鐘，巴甲前鋒格蘭特啦門前就頂成3-2，幫助球隊啦係首闖入咧杯賽嘅4強啊！咁今場北區陳志康教練咧明顯係有部署㗎，咁又或者呢個咧就係佢哋嘅打法啦，行軍快啊，高位逼搶啊，尤其是下半場會越壓越上。咁當然佢哋要有咁上下嘅體能配合到咧，先係做到呢一個嘅踢法㗎。咁唔好睇小今季嘅北區喎，已經喺聯賽贏到大埔，再喺銀牌咧就反勝傑志啦。咁嚟緊呢個星期嘅焦點啦，相信會係2場嘅亞冠2比賽，兩隊都會喺星期4去踢啊。可惜咧就唔喺10月1號啦。如果唔係咧，大家咧放假就會有節目可以去睇波啦。咁同埋東方主場係開6點啊。如果係10月1號踢嘅話咧，咁就唔需要咧，大家球迷係要特登請假去睇波啦。可惜嘅。咁而家咧2場咧都會係叫商要聯絡啦，因為東方咧就會喺6點咧就會喺主場旺角場對住越南南定。咁睇完之後8.3咧就可以喺開 TV 咧睇埋大埔作客去到越南河內公安。大埔呢家咧就係組裡面嘅首名啦，而東方咧就暫列咧就係小組嘅尾席㗎。咁今次啦，兩隊嘅對手咧都喺新一季嘅越南聯賽打咗5至6場波啦，以杯賽冠軍身份踢亞冠嘅河內啦，現時就4勝1和不敗排喺第2名。而上季嘅聯賽冠軍南定咧就排喺中游嘅第7，成績係麻麻地嘅。咁可能對於東方嚟講咧都係好事嚟㗎。對手嘅近況唔好啦，咁但係大埔肯定係硬仗啦，始終係一場作客波啦。咁啱啱又踢完120分鐘啊。咁以我所知啦，呢兩隊嘅越南球隊隊內咧都幾多鬼㗎喎。咁所指嘅就係佢哋咧，除咗外援之外啦，都仲有一啲嘅入籍球員喺陣中㗎。因為佢哋聯賽咧應該咧只可以註冊4名嘅外援啦，入籍球員2名啦，再加3名亞援或者佢哋叫東盟嘅球員。而呢兩隊咧基本上都係用晒呢啲嘅名額㗎。咁呢一個唔知有冇參考價值啦，不過我都提一提啦。上季理文對住越南南定啦，喺主場係輸2-0，作客輸3-0。係入唔到波㗎。咁希望今季兩隊啦都會有個好成績，踢得好啲啦。而呢兩隊啦踢完亞冠2之後啦，喺星期6日咧係有得休息㗎。咁所以啦，嚟緊嘅星期本地嘅聯賽賽事咧係比較少㗎，只有2場嘅聯賽同1場嘅聯賽杯賽事。先係星期6啦，3點鐘啦，大埔運動場就會有南區對住東區。聯賽方面啦，星期6嘅6點鐘就會有流浪主場對住九龍城，星期日就會有港會對住北區。希望大家同我一齊繼續支持香港足球。港隊都公布咗咧下一場主場對住孟加拉嘅售票情況啦。咁嚟緊星期4咧就會開賣啊，咁大家記得買飛啦。我哋一齊坐爆睇特場。